世間有一類人，行走喺塵世之中，卻自帶一種靜氣，好似無論遇到咩事，都有一股睇唔到嘅力量喺暗中托住佢哋。旁人羨慕佢哋運道好，卻唔知佢哋心入面收埋咗4條從來唔俾人睇嘅準則。呢4條準則唔係咩玄妙嘅秘術，而係佢哋喺參透咗因同果之間挑引秘嘅線之後，自然而然養成嘅習慣。世上冇憑空降臨嘅複雜，亦冇毫磨泥油嘅坎坷。有啲嘢一旦經由嘴唇流出，就好似瓷瓶裂咗一道縫，入面嘅清水會一滴一滴滲出去，直到某日你發現瓶入面已經空晒。增一亞含經入面有一段偈語，好多人讀完就歇咗頁，但啲真正將佢融入骨血嘅人，卻憑住呢幾句嘢守住咗一世嘅清明。經文講嘅係身口意3業嘅清淨，其中口業被擺喺極為醒目嘅位置，呢個絕對唔係隨意嘅排列。佛陀深知喺人所有造作業力嘅途徑之中，言語係最唔容易校察嘅調暗河。我哋成日以為話講完就散咗，好似風過無痕。然而真相係，每一句出口嘅話都好似一粒掟入湖心嘅沙粒，沙粒雖細，水面嘅波紋卻會一層層燙開，觸碰到遠處你根本睇唔到嘅岸，最終以你完全預料唔到嘅形態折返返嚟。多數人對口業嘅理解停留喺惡語、講大話、挑撥呢啲顯而易見嘅層面，但今日我哋要觸及嘅係一種更加優微嘅口業。縱你以為自己只係喺傾偈、喺傾訴、喺分享開心事，實際上卻喺唔知唔覺中蟲動緊自己命運根基嘅開口。呢種開口先至係人生入面最無聲無息嘅裂隙。佛陀座下有一位弟子叫做周利陀家，呢個人天資愚鈍，記性級差，連最短嘅偈頌都好難記住。同門師兄弟入面冇人睇好佢，然而佛陀卻斷言呢個人終將證得大果。後來事實果然如此，原因並唔浮雜，佢深諳守口嘅智慧，佢從來唔妄言，唔轉間話，唔炫耀，唔泄露，對自己修行嘅進境從來唔向外人提起半隻字。正正係呢份清醒嘅沉默，令佢一步步積蓄出旁人難以企及嘅內在深度。接落嚟我哋要細細拆解嘅，就係啲命運通達之人絕對唔會宣之於口嘅4件事。呢4件事乍引平淡無奇，但每一件背後都牽連住一條因果暗流，都有紮實嘅佛法義理作為支撐，亦都有極為現實嘅可以被親身驗證嘅人生代價。守得住，條暗流就化作護佑你嘅清泉；守唔住，條暗流就變成戰駁你命運嘅鎖鏈。故事要由一個叫建國嘅男人講起。年佢45歲，喺一座東部沿海城市經營住一間做外貿加工嘅細公司，摸爬滾打咗將近20年，由最初替人跑船嘅業務運，一點一點將生意做咗起身。幾年行情順暢，佢戶口入面嘅數字終於到咗一個令佢心入面踏實嘅程度。佢默默盤算過，呢筆錢夠喺老家起一棟似樣嘅屋，夠供個女去讀最好嘅學校，夠令佢喺某個攰到極嘅朝早，安安靜靜咁將擔子放低，唔使再睇任何人嘅面色過日子。呢個數字，佢一直鎖喺心底最深處，從來冇對任何人講過。直到年新年，老家嘅祠堂入面擺咗幾圍酒席，親戚圍坐一圈，觥籌交納間，氣氛漸漸熱絡。一個表弟端住酒杯湊過嚟，笑嘻嘻咁問佢：國哥，聽講你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到底賺咗幾多啊？建國平日係一個寡言嘅人，但晚唔知點解，可能係酒意上頭，可能係被種眾人矚目嘅感覺微微分醉，可能只係喺個瞬間太渴望被人認可。佢犯咗一個錯，佢唔止透露咗大致嘅積蓄數目，仲順口提咗幾個正在傾緊嘅合作方，話有2筆大錢就快落實，話年後有個項目對接嘅係邊間企業，規模大概係咩量級。餐飯散咗之後，佢心入面有一種奇異嘅輕快感，好似胸口壓咗好耐嘅石頭終於被搬開。佢晚瞓得特別沉。然而接落嚟嘅3個月入面，2筆就快落實嘅禪，一筆被對方以莫名其妙嘅理由擱置咗。佢後來費咗好大力先打聽到，席間有個遠房親戚嘅年襟啱好識得間企業嘅採購負責人，話念轉傳咗過去，對方提前摸清咗佢嘅底牌，談判桌上嘅態勢瞬間逆轉，價格被壓到幾乎冇利潤嘅地步。而不積蓄嘅事，
亦好似生咗翼咁喺親族之間飛速流傳。先係有人上門借錢，理由五花八門，但語氣入面都帶住一種你反正有嘅係嘅理所當然。再係有人揾佢合夥做生意，報價環節卻開始話你又唔差呢啲。仲有一啲以前對佢唔冷唔熱嘅人，忽然變得異常殷勤，但種殷勤令佢如芒在背。佢嘅財富因為一晚嘅開口，喺所有人眼中變成咗一罐已經被揭開盒嘅蜜糖，邊個都想伸手蘸一下。見過百思不得其解，佢只係講咗幾句實話，點解要付出咁嘅代價？佢以為坦誠係一種美德，以為台上坐嘅都係血脈至親。年夏末，佢因緣際會識咗一位喺鄉間古寺旁住咗30幾年嘅老修行人，兩人坐喺寺前嘅老槐樹下，由午後傾到暮色四合。老修行人幫佢倒咗一杯粗茶，問佢：你有冇諗過，人點解喺得意嘅時候特別管唔住把嘴？建國怔咗怔，諗咗好耐，搖咗搖頭。老修行人話：因為鼓氣，歡喜也好，成就感也好，被人睇到嘅渴望也好。佢喺你體內係悶嘅，悶咗就要揾出口，話一出口，氣就泄咗。你以為你喺分享，其實你係喺放氣，就好似一個充滿嘅氣球，你喺上面篤咗一個針眼，氣絲絲咁往外走，你仲覺得舒服，覺得輕鬆咗。等你回過神嚟，氣球已經扁晒。建國心入面好似被咩嘢輕輕撞咗一下，但佢仲未完全領悟，呢個只係命運俾佢上嘅第一課，後面嘅功課仲喺路上。而喺另一座城市入面，有一個叫淑芬嘅女人，正在經歷一種形式截然唔同，但同樣令人心痛嘅失去。淑芬係做手工皮具起家嘅，白手創業，最艱難嘅頭3年幾乎將所有積蓄都搭晒入去。佢命中有一位貴人，一位比佢年長15歲嘅行業前輩，喺圈子入面頗有聲望。呢位前輩欣賞佢嘅踏實同手藝，主動幫佢牽線咗幾個關鍵嘅渠道商，仲喺佢資金鏈最緊掹嘅時候借咗佢一筆錢，話唔急，幾時寬裕咗幾時還。呢份恩情，淑芬刻喺心底，每每諗起都覺得眼眶發熱。但淑芬有一個特點，佢係一個天生嘅講述者，中意同人分享自己嘅經歷，而佢最中意講嘅就係自己呢段由無到有嘅創業故事。每次朋友聚會、行業交流，甚至喺自己嘅客戶群入面，佢都會提起位前輩點樣慧眼智人，提起自己當年點樣幸運，提起筆借款點樣喺最關鍵嘅時刻救咗佢嘅命。佢以為呢個係感恩嘅表達，以為講出嚟係喺替前輩揚名，係知恩圖報最好嘅方式。佢冇察覺到，位前輩正在一步步退出佢嘅生活。起初只係消息回覆得越嚟越慢，後來約見面開始揾各種理由推搪，再後來有幾個共同人質嘅人提起前輩嘅名嘅時候，淑芬熱絡咁接話，啲人卻意味深長淡望咗佢一眼，將話題岔開咗。淑芬同幾個好友反覆琢磨呢件事，有人話前輩可能係性格如此，熱情嚟得快去得亦快，有人話可能係前輩覺得佢而家做大咗，唔使照顧啦，但冇人點破過真正嘅原因。位前輩係一個極其低調嘅人，佢唔中意自己嘅名被掛喺人哋嘴邊，更加唔中意自己當年一個出於本心嘅善舉被反覆包裝成人哋成功敘事入面嘅一個橋段。佢覺得自己被當作咗一個故事素材，被一次又一次善意咁消費住，種感覺比被人辜負仲要令人心寒。淑芬失去嘅唔係一筆借款嘅情分，而係一段本可以綿延一世嘅珍貴緣分。而佢直到好耐之後，先隱隱約約觸摸到自己究竟錯喺邊度。明哲嘅故事行嘅係第3條路。佢年28歲，啱啱由一間做咗5年嘅設計公司辭咗職，準備去做一件佢喺心入面醞釀咗好耐嘅事，一個專注於東方美學嘅獨立品牌。佢嘅構想非常完整，由產品線到視覺風格，由目標人群到第1年嘅營收模型。佢喺一本厚厚嘅簿入面寫滿咗密密麻麻嘅筆記，個記娃喺佢心入面係一粒正在燃燒嘅星，帶住溫度，帶住光芒。佢當時嘅狀態，用熱血沸騰嚟形容毫不為過。佢太興奮啦，興奮到完全冇辦法獨自承受呢份激動，興奮到佢需要有人聽佢講，需要有人睇到佢眼中嘅光。
於是佢將呢個計劃話俾所有親近嘅人聽。阿瑪引完第一句話係：而家創業10個有9個食，你好不容易有份穩定工作，何必冒呢個險？朋友聽完話：呢種嘢太小眾啦，能有幾多人買單？你啟動資金夠唔夠？前同事聽完話：講真，我覺得你諗得太理想化啦，市場冇你諗嘅咁揀禪。每一句話都出於真心嘅關切，都冇半分惡意，甚至都係肺腑之言。但每一句話都好似一盆冷水，淋喺粒正在燃燒嘅星上面。名節開始動搖啦，佢將原本清晰嘅方案改咗又改，將啟動嘅日期推咗又推，將一半精力花喺回應啲質疑上面，另一半花喺向自己證明我冇諗錯上面，唯獨冇將精力花喺真正去做呢件事上面。粒星喺啲反覆嘅對話之中，由一團明亮嘅火焰，慢慢變成咗一堆灰燼下若有若無嘅餘溫。個品牌擱置咗將近3年，等佢終於重新鼓起勇氣出發嘅時候，市場嘅風向已經完全變晒。佢錯過嘅唔只係一個時間窗口，仲有段時間入面佢本該積累嘅一切作品、經驗、口碑，以及仲只有喺真正動手做嘅過程中先至能夠生長出嚟嘅篤定。佢後來喺一本禪宗語錄入面讀到一句話：坐喺台前發咗好耐嘅呆，未熟之果不可摘，未成之事不可宣。佢用筆將呢句話重重咁畫咗一個圈，喺旁邊寫低4隻字：我置咗3年。而雅琴嘅故事係4個人入面最令人沉默嘅一個，因為佢自始至終都冇做任何出於惡意嘅事。佢呢個人古道熱腸，喺朋友圈子入面係眾大家有事都會第一個諗到嘅人，消息靈通，人脈廣泛，講嘢有份量，係一個令人教得靠得住嘅存在。有一年，佢一個由細一齋大嘅好友婚姻出咗狀況，情形頗為複雜，其中牽涉到一啲當事人唔願意俾外人知嘅隱情。好友稱佢幫手去問下另一個閱歷豐富嘅朋友，睇下有冇咩可行嘅建議。雅琴出於一片好心，將好友嘅情況大致轉述咗一遍，為咗令對方能夠俾出真正有鉗對性嘅意見，佢講得比較詳盡，包括一啲好友原本唔打算俾太多人知嘅細節。位朋友俾咗啲中肯嘅建議，雅琴亦覺得自己盡咗力，但話語呢種嘢，一旦離開嘴唇，就有咗自己嘅生命。佢攰行、攰走、攰轉彎，攰喺你完全睇唔到嘅角落入面生根發芽。位朋友後來無意間同另外幾個人提起咗呢件事，其中有人啱好同好友老公邊有啲交集，啲細節繞咗一個大圈，最終傳入咗一個絕對唔應該知道嘅人耳中。本來仲有一線轉圜餘地嘅關係，因為啲細節嘅曝光而徹底斷咗退路。好友冇明講咩，但由之後兩人之間多咗一層無形嘅隔膜。雅琴覺得委屈，佢係真心喺幫手，佢嘅出發點毫無雜質，佢冇任何一個瞬間想要傷害好友，但因果從來唔係以動機嚟計量嘅，佢只睇行為喺世間流轉之後，最終沉澱低咗咩？你將唔應該進入流通嘅信息放入咗世界嘅河流入面，條河會將佢帶到佢該去嘅地方，唔理你當初嘅心有幾準正、幾善良。建國、淑芬、名節、雅琴，4個人，4段命運，4種唔同形式嘅失去。佢哋失去嘅唔只係某一個具體嘅機會，或者某一段具體嘅關係，而係一種本來屬於佢哋嘅，本該繼續流淌落去嘅氣運。而造成個轉折嘅，都係同一件事，一次唔應該有嘅開口。個夏末嘅黃昏，老修行人端住茶杯對建國講咗最後一番話。佢話：真正睇透因果嘅人，最後都會學識同一件事，管好自己把嘴，就係護好自己嘅命。嘴係命運嘅閘門，你將個閘守住咗，入面嘅水先至能夠蓄得深，流得遠。你一旦將個閘隨意打開，水就哇哇咁往外淌，淌到人哋嘅田入面去咗，你自己嘅田反而乾咗。建國入返到屋企，坐喺窗前好耐，佢將個數字重新放返心底最深嘅角落。由之後再冇對任何人提起。佢後來嘅日子就好似老修行人講嘅淡，慢慢咁悄無聲息咁開始變得唔同咗。好多人以為講嘢只係一種表達，係人同人之間最自然、最本能嘅交流方式。呢個冇錯，但喺呢個理所當然嘅認知之下，
仲有一層更深嘅真實，係大多數人從來冇認真審視過嘅。語言唔只係聲音嘅震動，佢係一種具有塑造力嘅能量形式。佢喺呢個世界入面參與住一套遠比我哋想象嘅更精密嘅因果運轉。先講第一件事，家底同收入。點解唔可以輕易示人？呢個唔係教你呃人，亦唔係教你扮窮，而係有一個非常現實嘅能量機制喺其中運作。當你嘅財富信息進入社會關係嘅網絡，佢會自動觸發一套極其複雜嘅人性反應。嫉妒、算計、唔對等嘅期待、莫名其妙嘅標籤，呢啲嘢會悄無聲息咁重新排列你同周圍每一個人之間嘅距離同位置。你以為關係冇變，但關係呢種嘢，佢對信息嘅感應靈敏度遠超你嘅理性判斷。當一個人知道咗你擁有幾多，佢對你嘅每一個態度入面都會多出一層連佢自己都未必意識到嘅衡量。呢個唔係話啲人心術不正，呢個只係人性最真實、最未經修飾嘅面目。由佛法嘅角度嚟睇，《集阿含經》入面有關於財富守護嘅核心教導，講到財物要善加守護。呢個善加守護唔只係物質層面嘅保管，亦包括信息層面嘅封存。令唔應該知道嘅人知道，本身就係守護上嘅一道裂縫，一個向外敞開嘅缺口。財富係因緣聚合而成嘅能量體，能聚亦能散。當佢嘅信息被過度暴露，外部各種意念、羨慕嘅、算計嘅，甚至無意識中希望你減少嘅，就開始觸碰呢個聚合體，搞動佢原本穩定嘅狀態。更現實嘅一面係，你嘅財務狀況係你喺任何涉及利益嘅關係中最核心嘅底牌。你透露得越多，底牌越薄，底牌越薄，你嘅處境越被動。建國晚講出嘅啲話，直接將佢本來嘅談判優勢化為烏有。人喺利益面前，佢本能咁運用所有已知嘅信息。再講第二件事，善緣、貴人同好運，點解唔可以輕易示人？呢一點會令好多人困惑。講出嚟係喺感恩啊，感恩點會有問題？呢種困惑背後收埋住一個關於感恩形式嘅根本性解。感恩係一種心嘅狀態，佢嘅力量在於真誠，在於內在嘅流動，而唔在於佢係咪被宣之於口，被幾多人聽到。將感恩講出去，更多時候係喺滿足一種表達嘅慾望，而真正嘅感恩係令份恩情喺心入面化作一種切實嘅改變，融入你行事同待人嘅方式之中，成為你生命嘅一部分。佛法入面有一個關於福報嘅基本觀念極為關鍵，福報係可以被消耗嘅。你遇到咗貴人，個係你過去因果積累出嚟嘅能量饋贈，係你福田入面綻放嘅一朵花。當你反覆將呢件事講出去，呢朵花就開始喺外界流轉，佢進入咗人哋嘅意識，變成咗人哋對你、對位貴人嘅各種解讀同投射。有時係善意嘅讚嘆，有時係無意志嘅嫉善，有時只係淡淡嘅消遣。唔論係邊一種，朵花都喺呢啲流轉之中消耗咗佢原本可以喺你命中長久滋養你嘅能量。仲有更精微嘅一層，貴人之所以願意喺個時機出現喺你嘅生命之中，係因為兩個人之間有一種私密嘅默契同共振。呢種共振係安靜嘅，係唔需要第三雙眼介入嘅。一旦你將佢講出去，變成一個公開流通嘅故事，份默契就被撕開咗一道口子，被稀釋咗。位貴人所俾出嘅善意，亦由流動中嘅緣分變成咗被反覆展覽嘅標本。淑芬嘅故事就係最好嘅注腳，佢嘅感恩因為選擇咗講故事嘅方式嚟表達，最終消耗咗段本可以綿延好耐嘅緣。而將好運講出去，風險同樣巨大，甚至更加脆弱。好運係一粒正在萌發中嘅種子，佢需要時間、安靜同足夠穩定嘅土壤，先至能夠由可能性變成真實嘅果實。當你對外宣告自己正在行好運，你其實係喺主動吸引一種等住睇嘅集體注意力。啲關注有嘅係真心祝福，有嘅係暗暗比較，有嘅係唔自覺淡等住睇你跌落。唔論邊一種，都係風，而好運嘅種子承受唔到咁多風。第三件事，未完成嘅記劃，點解唔可以輕易示人？呢個係四件事入面最容易被合理化，亦最難守住嘅一件。我哋生活喺一個極度推崇分享文化嘅時代，分享夢想、
分享目標，講出嚟先有動力。呢啲話我哋聽得太多，幾乎成咗一種集體信條。但呢個信條背後有一個心理學上已被反覆驗證嘅冷峻事實。當你將一個仲未實現嘅目標講出去，你嘅大腦會產生一種提前完成嘅立覺，提前分泌滿足感。呢份滿足感會悄悄削弱你真正去行動嘅偶動力，因為大腦已經喺講出去呢個動作入面先享受咗一把，真正去做嘅渴望就隨之減弱。但我哋今日由更深嘅維度嚟睇呢件事。佛法入面有一個概念叫做願力，《華嚴經》入面講，真正嘅願係你內心最深處嘅意志能量，佢喺你心中凝聚嘅時候係高度集中嘅、有方向嘅、強大嘅。呢股能量就係一粒種子，只有喺土壤入面安靜咁孕育，先至能夠生根，先至能夠發芽，先至能夠最終破土而出，成為真實嘅事物。而你將佢講出去，粒種子就由土壤入面被挖出嚟，托喺掌心俾所有人睇。唔係每一雙眼都會傷害佢，但當佢暴露喺空氣同光線之中，佢原本緊密嘅生命力就開始消散，開始變脆。啲嚟自外部嘅反應，支持嘅、質疑嘅、無所謂嘅、潰零，你將注意力由點樣令佢生長轉移到點樣應對呢啲聲音，你嘅能量場開始散焦，行動力悄悄分裂。明哲嘅個品牌唔係死於市場，亦唔係死於資金不足，而係死於啲飯台上嘅對話，死於佢將一粒埋喺泥入面嘅種子過早咁挖出嚟示人。啲真正將大事做成嘅人，往往係最沉默嘅一類。佢哋唔講，唔係因為唔自信，唔係因為唔想被支持，而係佢哋太明白意念能量嘅珍貴，太清楚一旦向外流出去，想收翻嚟有幾難。佢哋讓烈火嚟講嘢，讓事情落地咗先至開口。真時講出嘅每一隻字都係實嘅，都係沉甸甸嘅。第四件事，人哋嘅隱私同家事，點解唔可以輕易示人？呢件事發生嘅頻率最高，因為佢幾乎永遠披住好意或者熱心嘅外衣。你喺幫朋友出主意，你喺尋求第三方嘅中立建議，你喺分享一個令你感同身受嘅故事，順帶提咗提當事人嘅處境。每一個理由引落都無可指責，但佛法對口業有一個非常清醒、唔留餘地嘅界定。凡係造成他人苦嘅語言，唔論出發點係咩，都係業，動機係慈悲，但行為嘅後果係苦。個苦就係你參與製造嘅，你替人哋傳播咗佢哋唔願意被世界知曉嘅事，件事最終俾佢哋帶嚟咗咩？你就係條因果鏈上嘅一環，脫唔開身。雅琴嘅故事最令人唏噓嘅一點在於，佢所有嘅行為都出於真心實意嘅幫忙，但因果從來唔係用心意嚟計算嘅，佢係用行為喺世間產生嘅真實波動嚟計算嘅。話一出口就開始流動，開始傳遞，開始喺你睇唔到嘅地方生長，直到佢揾到咗佢該造成嘅個後果。更深一層嚟睇，呢件事仲配以一種你完全意想唔到嘅方式，由納布侵蝕你自己嘅命運。當你養成咗評論人哋、傳播人哋信息嘅習慣，你嘅心會慢慢習慣一種向外掃描嘅模式，注意力不斷外放，不斷喺人哋嘅生命入面搜尋素材，而逐漸喪失咗向納安住嘅能力。呢種習慣會令你嘅直覺變鈍，令你對自身處境嘅感知越嚟越遲緩，令你越嚟越難辨別咩先至係真正需要被守護嘅嘢。而且你最寶貴嘅社會資本其實唔係人脈，唔係資源，而係信任。當身邊嘅人察覺到你係一個話會往外走嘅人，最先離開嘅永遠係啲最有份量嘅人，啲處事有格局、手中有真正稀缺資源嘅人。佢哋對信息流動嘅感應極其敏銳，絕對唔會將自己真實嘅狀況託付俾一個守唔住嘢嘅人。理解咗呢四件事背後嘅因果脈絡，接落嚟我哋講一個更切實嘅問題：普通人應該點做？知道係一回事，做到係另一回事。管住把嘴聽落簡單，但喺實際生活入面，仲想講嘅衝動係真實嘅，仲需要開口嘅場合係無處不在嘅。朋友問你最近收入點樣，同事打聽你有冇喺睇新嘅機會，屋企人問你感情狀況點樣，食飯嘅時候有人傾起某某屋企嘅事想拉你加入。喺呢啲情景入面，沉默需要練習，需要技巧，需要一套內在嘅支撐系統。第一個練習叫觀口業，每日夜晚臨瞓之前
花5分鐘回顧一下今日講過嘅話，唔係評判，唔係懊悔，只係觀察。今日我講咗咩？邊啲話係講咗其實冇必要講嘅？邊啲話講出去之後，我感到一種莫名嘅空虛？邊啲話係人哋仲未問，我就主動講出去嘅？呢個練習嘅目的係令你逐漸建立起一種覺知，意識到講係一個需要做出選擇嘅行為，而唔係一個自動運轉嘅反射。佛法入面有一個修行嘅根基叫正語，正確嘅語言，有意義嘅語言，唔傷害嘅語言，唔泄露嘅語言。正語唔係叫你閉口唔言，而係叫你只講值得講嘅話。觀口業呢個練習就係喺你同正語之間搭建一座橋。第二個練習叫靜默時，搵一段時間，最好係一個禮拜入面嘅某一日，或者每日朝早嘅第1個鐘頭，俾自己設定一個唔主動開口嘅時段，唔係唔回應人哋嘅問話，而係喺段時間入面唔主動發起任何話題，唔主動提供任何信息，唔主動講任何關於自己或者人哋嘅事，就係安安靜靜咁待住、聽、觀察、感受。你會發現呢個練習比想象中難得多，因為你會意識到你平時嘅好多話其實係焦慮喺嘔動，填補沉默嘅焦慮，證明自己存在感嘅焦慮，怕被忽略嘅焦慮。當你能夠安然咁坐喺沉默入面而唔覺得難受，你先至真正開始擁有咗選擇講同唔講嘅能力，而唔係被股焦慮推住，身不由己啖開口。呢個就係點解禪宗入面有止語嘅修行傳統，唔係為咗折磨自己，而係喺沉默之中揾到個唔被外界噪音牽住走嘅自己。第3個部分係4個具體場景嘅應對之道。場景1，有人問你財務狀況，唔使講大話，亦唔使晒命，一句話就夠，仲過得去，馬馬虎虎啦，或者更輕巧咁接一句，數字呢啲嘢講出嚟都冇意思，你最近點啊？用一個將注意力引返去對方嘅問題，自然咁令話題轉向。呢個唔係迴避，呢個係智慧嘅引導。場景2，有人問你喺做咩項目，有咩新打算，標準答案得一個，喺搞緊啲嘢，而家仲冇咩好講嘅，等有眉目咗先同你傾。呢句話傳遞嘅信息係，我有喺做，但而家唔係講嘅時候。佢唔會令人覺得你故弄玄虛，反而會令人覺得你係一個做事沉穩嘅人。場景3，有人當住你面傾起人哋嘅私事，想拉你加入討論，唔好表態，唔好評論，唔好接話。最安全嘅回應係一個中性嘅表情加一句我係咩，然後轉個話題。如果對方繼續講，就接一句我對呢啲嘢唔太了解，講唔上咩？你唔需要做道德審判。你只需要唔參與，唔參與本身就係最大嘅修行。場景4，有人問起你嘅善行、貴人或者好運嚟源，呢一條好多人敗喺假謙虛上面，被問到咗，好享受仲被睇到嘅感覺，嘴上話住冇咩啦，實際上已經講咗好多。真正嘅做法係將話題由我做咗咩轉向一種模糊嘅感恩。遇到好人係我嘅運氣，我自己都講唔清楚，大概係老天爺照顧啦。呢句話既回應咗對方嘅好奇，又冇將功德嘅賬本攤喺台面上俾人翻閱。第4個部分，關於功德嘅內在處理。做完一件善事之後，你心入面個想被人知道嘅衝動係正常嘅，係人之常情，唔需要壓抑佢，但需要轉化佢。做法係喺個衝動升起嘅時候，用一個內在嘅動作將佢消化掉，靜靜咁喺心入面默念一次回向，將呢件事嘅功德回向俾你所愛嘅人，或者回向俾一切有情眾生，願以此善回向一切。念完放低，呢個唔係壓抑，係轉化，將個想被睇到嘅能量轉化成願意俾出去嘅能量。呢兩種能量方向唔同，力量唔同，因果亦截然唔同。前者係向內收縮嘅執取，後者係向外流淌嘅布施。第5個部分係建立一套護念自心嘅日常系統。護念係佛法入面一個極為重要嘅概念。金剛經開篇，須菩提便問佛：是男子是女人？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點樣守護心念？
係修行最核心嘅命題之一。我哋喺呢度講到嘅守口，本質上就係護念嘅一種外在形式。你把嘴係心嘅出口，你守護好個出口，就係喺守護你嘅心，就係喺守護你命運嘅走向。建立呢個系統，需要一個每日嘅小儀式。朝早醒嚟，喺心入面默默對自己講一句話。今日我講出嘅每一句話都要值得被講出。呢個唔係咩複雜嘅功課，唔需要額外嘅時間，唔需要儀式感，只係一個提醒。提醒你今日嘅言語係一個你要有意識參與嘅行為，而唔係一部隨時隨地自動運轉嘅機器。夜晚瞓之前，完成觀口頁嘅回顧。堅持幾個禮拜之後，你會發現一件微妙嘅事情開始發生。你嘅人際關係喺悄悄咁重新排列，啲圍住你轉嚟轉去探聽消息嘅人逐漸失去咗人趣，因為喺你呢度攞唔到咩啦。而啲真正想同你建立深度連接嘅人開始靠近，因為佢哋感受到你係一個可以被信任嘅人，一個可以被信任嘅人。唔需要刻意經營人脈，人脈會自己嚟揾佢。呢個亦係命，呢個亦係因果。講咗咁多，我想用最後一段話反到最初個問題：點解有啲人嘅命就係比人哋好？因為佢哋好早就領悟咗一件事，命運係由把嘴度一點一點流走嘅，唔係因為努力唔夠，唔係因為運氣唔好，唔係因為才華不足，而係一句話，一句話咁流走嘅。漏走財富嘅氣場，漏走功德嘅發酵，漏走記娃嘅勢能，漏走人際關係入面層薄如蟬翼嘅信任。每一次開口講唔應該講嘅話，都係喺悄悄鑿穿你命運嘅容器。而啲命好嘅人，佢哋唔係沉默寡言嘅冷漠者，佢哋係深諳語言重量嘅人。佢哋講出嘅每一句話，都經過咗納心嘅過濾，都係值得開口嘅，都唔會成為日後嘅負累。古德有云：生己者莫言，不如者莫言，等齊者莫言。意思唔係話面對任何人都唔好開口，而係話唔管你面對嘅係比你強嘅人，比你弱嘅人，定係同你旗鼓相當嘅人，都唔好輕率咁令話語退口而出。唔係因為講嘢有罪，而係因為每一句話都有佢嘅份量，都喺參與塑造你命運嘅紋理。守口唔係封閉，守口係對命運最高級嘅敬重。係你同自己簽落嘅一份無形嘅契約，條款得一條：我守護我講出口嘅每一隻字，因為我知道啲字係我命運嘅磚瓦，係我福報嘅容器，係我同呢個世界之間挑睇唔到嘅因果之線。你而家回過頭去諗下，呢啲年有冇邊幾次講咗唔應該講嘅話，然後命運隨之拐咗一個彎，唔使講出嚟，放喺心入面就好，明白咗就夠啦。感悟佛法智慧，點亮心燈。如果今日嘅內容令你有所觸動，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與智慧同行。願你守口如瓶，福澤綿長。我哋下次再見。